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介讲海中嘅部落，还有เรา本大家咧认识妈祖吼。咁講到媽祖，大家就會想，誒，梗係乜嘅？今日เรา想嘅專業嘅裏邊，大家咧分享吼，大家咧分享啲嘅裏邊嘅是係媽祖台灣部落聯盟嘅理事長 Robin， 歡迎。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溫魯彬。歡迎。所以我要稱呼。理事長 Robin， 這樣可以嗎？可以，這是我原來的名字。就是今天很開心可以分享到你媽祖你講媽祖台灣部落聯盟嘅理事長呢個節目地圖，跟大家來分享很多像海洋保育啊，或是媽祖語是什麼。不過在一開始嘅時間，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客家的俗諺語。就是你看嘛，華語有很多的成語，對不對？客家也有俗諺語，對不對？你看係咪一開始是東南嘅考試，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哇哦，這是中文字，對不對？我用客家話念一遍。好，善當多種樹，好果作水庫。其實就是山上如果多種樹的話，其實是遠遠超過於你去製作就是造水庫。其實講的就是環保的概念。我們今天邀請理事長來到這邊，也是要跟大家講我們海洋保育的一個環保的概念，對不對？那理事長你要跟我念一遍嗎？好啊。善當多種樹，善當多種樹。哦。你真的很有語言天分。我可以馬上學會，但是馬上會忘掉。沒關係。好，來第二句，好果作水庫。好果作水庫。耶，掌聲鼓勵。因為這個理事長的中文非常好，不過今天來到這邊，你是第一次聽客家話嗎？沒有，我在台灣已經40多年了。然後第一個室友就是龍潭的客家人。我要給你掌聲鼓勵一下。那你有聽過他講，吃飽沒？食飽嗎？食飽嗎？有聽過他講？有哦，哇，太棒了！其實我們今天邀請理事長來到這邊，來到台高的分享，就是海洋保育，讓媽祖一開始提到的一個媽祖我們跟大家講一下媽祖魚跟白海豚，這中間這是什麼關係？好，就是白海豚是我們平常那個叫這個海豚，它是鯨豚，它不是魚。但是那個因為早期的那個白海豚，它是白色的或是粉紅色的，對，反正它跟那個海浪很容易搞混了，所以你看你不知道是海浪那個膠花還是那個海豚浪花，對，還是海豚。有時候我們看到的時候，我們說對，海豚其實是浪花。對，有時候就是那是浪花，其實是海豚。對，所以大概我們台灣西海岸，從苗栗到台南都可以到，其實桃園也可以看到白海豚。但是大概3月中旬的時候，就是那個媽祖生日，差不多那個時候，我們台灣的海洋比較對那個比較平安的，對，所以那個時候你真的可以看到白海豚。對，所以以前的漁民以為白海豚來了，來歡迎那個媽祖魚的生日，那個媽祖的生日，所以他們就媽祖魚。媽祖魚，而且我覺得也是一種好像有平安的感覺，對不對？保佑平安的感覺。所以安永用親朋友是了解，上線你講媽祖來，你講白海豚是有安永改關聯，對不對？不過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白海豚的種類分成很多。白海豚其實這個有點複雜。好，我們簡單說。界門綱目科屬種，知道嗎？界門綱目科屬種。OK， 我們是台灣的白海豚，對，跟香港的白海豚是同一種。OK， 越南也有同一種，就是都是同一種。對。那像那個印度也有。對。那印度的東邊西邊對有同一屬不同種的。對。好，但是我們越南。那個中國、香港、台灣的都是同一種，但是我們因為那個白海豚它都是靠海岸，它不會到水深超過30米，非常少，所以它都靠海岸。對，所以我們知道那個台灣的這個族群是跟中國已經隔了很久，大概1-2萬年。那它已經變成有不同的那個斑點。
还有不同的那个体色，所以我们已经有科学家已经确认它是不同亚种，是，所以它不会因为那个游不过去了嘛，对，所以它就是不同对，不过刚刚理事长有说到它是不同亚种，不过我们讲到台湾白海豚，对，它是台湾特有亚种，特有亚种，对，是台湾唯一的鲸豚唯一的特有亚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一般我们说真的啦，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念书，就是老师课本打开，我们会有生物课或是什么，老师都会教我们，就是中华。白海豚，然后或是俗称什么什么，我们会学那个学名跟俗称。可是今天呢，台咖的分享的其实是台湾白海豚，对不对？跟中华白海豚其实就像刚刚理事长解释的，其实它不一样，对不对？对，然后同一种不同亚种。哦，对，同一种不同亚种，然后台湾白海豚又是我们的台湾特有亚种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听起来非常的稀少，感觉上已经濒临绝种了。应该，其实台湾的今年的林务局对他们报告中说只有剩50只，50。我那时候在看资料的时候，好像还有到58、59。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耶。就是今年跟去年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观察看到比较少。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湾白海豚只有2002年才发现，才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以前渔民有传说，有这个物种，但是是2002年科学家有发现，2004年那个正式发表。那个时候他们预估可能有100只左右。所以我们大概最多我们做那个照相辨识，我们可以每一个体我们都知道，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是哪个白海豚，我们要起名字。这跟我们台湾的黑熊一样嘛，对不对？也是一个濒临绝种，然后很稀少的台湾特有亚种。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台湾黑熊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保护专家也会为每一只黑熊做定位、做追踪、做命名，然后做观察。所以回到台湾的白海豚，大家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你们看到照片的时候，那你认识台湾白海豚，你最熟悉的哪一只？你常常有机会看到它，就是如果像理事长，我们可以辨识出来是谁。那比较悲哀的、比较悲惨的是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背鳍大部分都有伤痕。对，因为那个刺网的关系，所以几乎我们这个50只当中，大概20-30只都有很严重的那个伤痕。哇哦！因为我刚刚提到台湾黑熊，因为跟台湾黑熊一样，因为我们在去追踪跟观察台湾黑熊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有时候他们的脚掌也是都被那个捕兽器其实那已经在台湾是不允许被使用，可是一样这样子观察的，虽然是在追踪的观察里面，可它的脚掌也都是受伤的。跟刚刚理事长讲的，就是白海豚的那个背鳍其实被那个刺网，哇！所以其实根本依照强力石龙都抖俩片，然后台大应用副英雄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借由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很奇妙的事情是，这样事情大家都知道，可是你还是有可能会去执行这样子的行为，然后就让我们在保护这一群我们很想保护的物种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伤害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节目跟大家再一次的告诉大家。不过，如果讲到你讲到推翻白海豚理事长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其实像去年，我们现在观察只剩50只嘛，对不对？所以非常担心它很快的会消失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不过，我们说到白海豚，我们就会讲到它肤色的变化。对。我们现在，所以我想请问你一下，是那个客家话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粉红色？我刚才以为他要考我什么太专业的知识，我应该不会。他是问我客家话的粉红色怎么讲？这个我会啊，理事长。客家话的粉红色，如果用4线腔调来讲的话，就是水红色，就是水粉色。水粉色，但是。那海豚呢？海
好，视线海豚，海豚，对，水红色海豚。好，我们再一次，水红色海豚，水红色海豚。好，我们其實下來要當精彩嘅故事，你先聊下，上次呢個歷史中，然後大家都分享。今日老鄉親朋友來分享呢個海中嘅部落，還有老大家來紹介白海豚哦。大家講啲講，哇，白海豚對呢台灣其實是算哦可能有統計這樣50條挺哈，所以其實等於是白海豚真的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珍貴，但是又瀕臨絕種的一個物種。不過回到上一段節目，我們是不是講到粉紅色？好啊。水紅色海豚。水紅色海豚。對。好，我為什麼問你這個？因為英文在香港或是其他的地方，英文我們叫做 pink dolphin。那 pink 這個顏色大家都覺得比較可愛的。對。那白色的還好。但是我最近想到一件事情，我覺得很有趣，所以我也覺得我們要改，不要叫做白海豚，要叫做粉紅海豚，但是粉紅色海豚，但是這個有一點沒有那麼順口。對，所以我就是在問那個。我懂了。那為什麼？因為像我是有一點粉紅色的，對不對？我的皮膚，對，我們人活着就有一點粉紅色，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血液循環。對。如果我們血液不循環的話，怎麼樣？會變白色的，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改變我們這個白海豚的說法，因為這個等於它真的都絕種了，真的都死了。啊，我懂了。所以我們要趕快想一個可以代表粉紅色的一個字，很順口。我懂，但是又不要很可愛，對不對？我知道。其實歷史中給你講，也就是如果在未來的日子裡面，我們很希望可以將白海豚，也許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更適合它的名字，對不對？它有粉紅色的肌膚，然後不是慘白，然後它有血液的循環，它可以生生不息，這個物種不要瀕臨絕種，對不對？客家話可以考慮哦，水紅色海豚，其實也聽起來還不錯。如果聽眾有什麼想法，請你跟我們聯絡。對對對，其實你想想看啊，水紅色，我們如果要用華語去講是水，就是水，有沒有？有沒有水紅色？就是水紅，就也是跟水有點關係。蠻好聽的。就得考慮一下哦。水紅色海豚，那我們就不要海豚，水紅水豚。好棒哦！我沒有想到也可以在節目裡面這麼大膽的就替我們的這個台灣的有牙蟲直接命名，有沒有？不過這個就是咋個一普讓不能理解觀眾朋友就得了解。不過其實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其實我們是有機會看到這個粉紅色的海豚，或者我們所謂的白海豚，因為它其實距離我們好近。對，真的有機會。其實我們從2007年我們開始確認有這個白海豚，我們不鼓勵那個坐船出海看它，我們鼓勵你從那個海岸就可以看得到。這也太不可思議了。所以我們在桃園的那個永安漁港，對，那邊也可以看得到。那個幾乎園林都有地方可以觀察到。從苗栗對往南到一直到台南，台南那個國家公園。真的嗎？你在岸邊這樣就有機會看到？真的有，很難得。但是我們常常說那個什麼蘇格蘭那個什麼湖，那個尼斯湖怪，對，水怪。每年有100萬多人都去看。我去看的時候，我心裡一直禱告它會出現，因為我希望它不是一個傳說。沒有，所以你看，那個每年它可以產生這麼多觀光客。對，那我們台灣的白海豚
还是可以这样子。那陆地观察是真的比较环保，因为我们坐船可能。我想说跟尼斯湖有什么关系？原来是我们可以吸引大量的观光客来看我们的。水丰式海豚，对不对？水丰式海豚。不过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有机会，但它真的好少，所以我们大家要去保护它。就它就像我们刚说苗栗到台南，说到苗栗，它就像我们台湾的石虎一样，台湾黑熊一样，其实非常的稀少。对，石虎、黑熊几百只。对。不过说到这边，我们为什么要去保护？事实上不是因为它。只是因为它很少，不是因为它很少，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它，是因为在整个海洋的食物链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物种，对不对？就是在海洋底下，就常常我们画一个金字塔，我们画一层一层一层，我们从最深海的鱼，或是到小鱼，其实每一个都是有它一个很重要的食物链。就像我们在过去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说，你们好喜欢吃黑鮪鱼哦。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吃生鱼片、黑鮪鱼。可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大量的捕捉黑鮪鱼，大量的吃黑鮪鱼，事实上对整个海洋的食物链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也许在2060年，大家预估那时候我们的餐桌上面可能是没有鱼的，对不对？所以一样的，白海豚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物种。对，它在那个食物链的确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我们做保育的，我们不敢说哪一个物种是比较重要，或是比较不重要，对，都很重要。是，因为你想想看，人类在这个地球，顶多长得像我们这个样子有几百万年，但是那些物种像海豚，它是最少是6000万年，是，所以他们在这个地球，他们所累积的知识智慧，应该有蛮多的。我们就是还没有学会跟他们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学习。对，所以我们所有的物种，我现在连蚊子跟蟑螂都不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生命的尊重。我理解。所以抓到蚊子的时候，你怕它咬你，你可以先抓住，轻轻的拿到窗外放开，对不对？最好不要在我的床里面。看到蟑螂的时候说：“小强，你不乖，你赶快去那边。”对。这是开玩笑啦，我理解理事长的意思是，我们对于这整个世界里面所有生命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予以对于生命的尊重。的确，那个白海豚台湾白海豚有科学家已经有做那个研究，是也应该蛮明确的。它如果没有白海豚那个鱼，它会影响那个食物链很大的影响。对，但大家就那台尬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观察下来只剩下50，可能未来会更少。对，因为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它减少的原因，好不好？我们简单跟大家分享，提一绕台刚会讲，就是其实栖息地减少。我们台湾如果你看那个台湾的海岸，用 Google Map， 你就会发现3个很大的开发案，一个是最南是云林的离岛工业区，就是台塑。那个石化业的工厂，再来是台中彰滨工业区，再来是那个台中港。那其实苗栗外埔跟那个也是埔，就是填海造陆，就是外埔地，就是所以我们台湾的海岸一直在扩大。那我们的那个海岸扩大，就是会侵入那个白海豚的栖息地。对，然后河口淡水注入，河口淡水注入，这个很多人是觉得，这个跟白海豚有什么关系？对啊。但是因为白海豚它就希望靠岸边，对，很近。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淡水跟那个海水混合的地方，那个生态最丰富的，他们的应该是他们的养分都来自那边。废水及空气污染，那这个就跟人一样，白海豚也是哺乳类的，所以我们因为他们呼吸是在那个水平的，就是这个一点，就是这边的那个污染物，那个空气污染的会最集中的，因为它不是很深嘛，所以我们现在 PM2.5是影响人也影响白海豚，所以这个问题，那当然废水更不要讲了。是网具。网具这个是我们认为是
白海豚最麻烦的地方，因为我刚讲的，他们的那个背鳍大概可以辨识出来是因为受伤的，那都是刺网的问题。那这个刺网的问题，其实刺网对台湾的经济的贡献不大，但是还有蛮多渔民还是会用，所以我们是希望政府应该想办法让那些渔民不要那么痛苦，可以继续捕鱼，但是可能用其他的方法。对，最后一个跟大家讲一下水下噪音。对，水下噪音是最近因为离岸风力发电那个打撞的关系，所以我们白海豚、鲸豚都是靠听觉，对，那个他们视觉不是那么好，所以如果那个听觉是有很多噪音，那就跟我们那个失明一样的结果。对哈，所以希望讲唐历史当中讲，大家可以共同去尝试，还有嘛个副营长，你先聊下，等下再来讲。你聊团节目绕墙到南瑞一届来宾系马莎嘞，佢系你台滩欧罗萨航同联盟造型应该潘仲景，大家分享。系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潘仲景。耶，分享潘大哥来到两片咯，大家来打嘴鼓哦。咁个大家会想哦，根本也讲嘛，介咧，上团节目你讲白海豚哦，两团节目你讲嘛，介咧，我们说藻礁，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到突然间你讲欧罗沙呀，欧罗古沙发现了白海豚啊！哇今年年初的时间哈，你永安渔港到藻礁两片哈，回顺就看到白海豚，有渔民就录影下来，哇哦，我就看到当翻译，这是很令人开心的事情吼，对不对？对，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刚刚理事长有讲嘛，比如从苗栗到台南，我们都可以看到白海豚的踪迹。可是今年是发现特别多，你讲突然改片嘛，哈。我们跟到观众朋友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么令人开心？这跟藻礁又有什么关系？我想白海豚维系的所在哈，一定是讲该有东西好吃啦。喺藻礁哈，其实多空气环境，冻到空，嗰條空有嗰條其他木骸哈會帶出街，所以佢係凍好嘅個生物嘅育嬰房。有東西好吃，白海豚是會超來倆。跳白糖講冇乜嘅記錄，不過今年凍特別，超就糖講係六隻，六隻係白海豚過來。六枚啦，6枚，連這個都有記錄起來，有6尾哦，東南德是，我喺度發現是講，你要渡河哦，你台灣俄羅斯哦，也渡到困難，佢哋政府為咗做工商，為咗做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你係講因為小時就出咗嘅時間哦，政府會重視，係未來運所在，很最重要係講。我去到台灣嘅俄羅斯吼，對客家人很有特別的意義。你台灣嘅唯一的漁港哈，客家漁港就係永安漁港。和你講27公里嘅藻礁哈，是水漲嘅部分，就你灌進到幸福兩團。我想唯有海客文化嘅演進，就認為有藻礁嘅關係。所以我去到你客家人對兩片啊，特別的主重。對我愛起的有一家動蟲啊，改事情，我覺得有個很重要的觀念是什麼？你看像潘大哥會說，這是一個很珍貴的事情，我們那邊27公里，我們有藻礁，我們要來重視，我們政府要來關注。可是有很多的人他是無感的，他沒有感覺。為什麼要關注？為什麼要重視？為什麼要保育？藻礁很重要嗎？我說很多人他沒有感覺，他只知道我早上去市場青菜變貴了，對不對？魚變貴了。可是藻礁，白海豚住在那邊很重要嗎？對不對？白海豚凍特別和藻礁本身其實凍真貴嘅，研究明白。對。你世界上你而家熱帶地區，哪位都看得到珊瑚礁。
还有热带鱼在里面。不过你有看到藻礁，你是东南，因为大部分那个海水哈，全部冻呛、冻浸了哈。很深的所在，海底是全部珊瑚礁这个上，藻礁为了记得有。比方讲，用板上吼东南啦，佢是变到含内面，佢出个吼环境较差的所在，珊瑚礁係上唔好，佢是做得上嘅咯。你突然渡河就安樣嘅環境，像你有沙丘，個海浪打上來個沙吼，推轉也是在，你回旋是為落落，吼，用落落嘅個水吼，珊瑚礁是凍。冇法度適應，藻礁做的，和鹽分因為你沙丘底下就個浮流水出來，個浮流水冇讓，然後個海水衝下時間，個海水嘅鹽度會降低，是，和安樣嘅情形個珊瑚礁根本不喜歡，對，和安樣嘅環境，你藻礁長有法度講，日後發展到27公里安長，你全世界來講東南地。对，淡強東南地台港沒有地吼，其實是種潘台哥講誒，藻礁這樣的生長其實係非常嘅慢，你講20年1公分，所以你想看看，它非常嘅慢，而且是像你講誒，你難得又按用嘅挑片，做啲半幾度改片，又按用嘅，你講歐羅上蓋生成，所以我們當然要很珍惜，不是只是藻礁我們要珍惜，為什麼？因為每件事情環環相扣，它的存在也變成了白海豚存在的一個原因嘛，對不對？那我們來講一下，來藻礁保育的困境，都困難哦。對啊，因為藻礁因為頭擺出冇研究，所以大家唔了解，又因為你土壤工業污染當嚴重，和頭擺大家會做唔會搞，你係全冇插小機咧，因為。冇意思了呀，不過慢慢你水質就改變之後，你想發現講，有污染40幾年下來你睇譬如那個母海係咧，你台灣西海岸種類最多嘅，數量最多嘅，係比個墾丁潮間帶還要多了。所以你有咗保護機，不過保護機你是先了解講，到底佢遇到乜嘅困境？第一類是你國家了了建設海岸建設的破壞，對，這個破壞對我們的藻礁最嚴重啦。你落去挖起來，佢個環境是冇啦。香港沙因為你做嘅都工廠台體是做海堤，海堤會形成土堤效應。土堤效應一片個沙全部會埋咧，原來嗰度多空氣環境全部被沙切到咧，就沒有了。切到咧，嗰度小動物是冇所在做得生發啦，冇屋咧是錯啦，冇屋好大間是冇可能這個，嗰個生態就會對，那沒有家，他們就不可能住在那，那你的生態就會降低。當然還有來，還有是工業污染啦。我是講，你土壤你也係全國嘅工業產值最高嘅所在，因為我哋工廠最多啊，然後啲污染一下來個海水全部都就會生態是被破壞，你也是當打傷啦。咁講喺遲到你幾年個水質就進步，特別看到個綠牡蠣東東，綠牡蠣重金屬污染。你一參看到會適合球和體質嘅牡蠣就會變強勢咧，就是講個水質要改進。我希望講你政府要加緊繼續來查處，和你土壤你藻礁是不更來更降，更來更生態更好啊？我很慚愧我沒有去過。你要勇敢，要。2個很悲哀的故事，這個今天的節目。沒有，我的感覺就是，我們常常透過節目，或者是我們跟朋友聊天，我們在講這件事情的重要。但就是我們自己每一個人，不要小看那個力量，那個力量小小的，可是結合起來，那個力量會大大的。對，我們要對這件事情重視。我的感覺是這樣，為什麼？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生活裡面，這件事情好像距離我們好像比較遠。我們就會不自覺的就忘掉了，我們就記得嘞，對，所以其實今天再一次透過節目，也是再一次透過理事長，透過潘台溝、雜溝、不能台尬一個更好的提醒，對不對？這種感覺就好像是
一直要被提醒，有没有？隔2天就被提醒，这样每2天要提醒大家，我们慢慢这个观念就会更完整。不过我们共同聊还有第3个，刚刚有讲的，跟预下掩埋是，就是刚刚像图题效应，对。好，这个其实不是悲伤的故事，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分享这样的故事。谁希望讲啊，找个安用该副英雄不台尬很好了解。不过台尬就会讲说，因为我刚刚的感觉就是，哇哦，这么的珍贵，27公里，而且它的生长是这么的困难，而且又安用按贴片给挑起，你长又安用改欧罗萨改形成，所以我是觉得，就像理事长讲的，我们是真的很鼓励台尬，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去见证，我们可以去看嘛，对不对？这个观光不一定只是烤香肠嘛，对不对？或者是吃小吃，我们吃这些自然景观是很珍贵的。我们可以申请去看藻礁吗？欢迎。我们有一个网站哈，对，按照真爱桃园藻礁，给脸书的FB 的粉丝团是，你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有欢迎大家来申请，当然可能要付点费用了哈。那还得有日观，也有夜观，夜观动盛起哦，哇哦，动作统温哈，白天不出来，晚上出来，越夜越美丽，哇哦，你看夜观哈，来千场全部免费导览哈，大概100个名额。都是秒杀，大概1分半2分钟内，100个名额就额满。等一下录完节目就先上网去登录一下，观赏藻礁，怕秒杀。我们这个礼拜6晚上就有办，那已经报名完毕。不过欢迎客家电视台的好朋友。欢迎你们过来跟我联系。对，就是动物到台尬的狗，其实这是很安全的，因为我们会有专人的协助哈，我们一定会注重安全，因为这有潮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真的是可以报名。你越去接触，你感受到，你感受，你会更知道那个珍贵，对不对？好，而且还有也可以有机会去看白海豚哦，是不是，理事长？晚上比较看不到。白天我们白天看白海豚，晚上看藻礁，这样好不好？好。哇，今天非常感欢喜绕墙头龙改乐一宾，我们谢谢理事长，也谢谢潘台购，希望哈巴有机会再一起到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跟这样的海洋保育。走 demo 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好，该天天哈喽，做嘛该嘞？你台高咧走人堂了。